市的安东市场，半暝2点外火烧厝，1楼市场的火焰一直窜起伫楼顶，楼顶就是社会局的儿童福利机构。警消赶到地，救出着17个人，其中有4个囡仔输着烟，身体无爽快，马上送病院，加载拢无真要紧。警消用机械破坏铁门，1楼市场的出入口拢封掉咧，导火所在一直有浓烟冲出来。烟很大。现场浓烟散布，当然伫室外拢烟蓬蓬。警消除了架手电啊，透过玻璃逐层来查看，分推车嘛一站一站吹起哩，个人发现被伫壁角的大人甲囡仔。他们当下的话是有呛伤，还有呛伤送到仁爱医院。那现在仁爱医院他们已经观察 OK 了，所以就送他们回来。今仔日半暝2点外，台北市水安街安东市场1楼的市场清出着浓烟，警消救出17个人，送病了后拢无安怎，敢若打灰受到影响。但这边看不到。 6层楼的安东市场，除了有早市有地方，也有社会局的儿福机构，甲里面的活动中心是复合式的商办大楼。闷烧状况就是整个东西都熏黑的，然后温度很高，然后我们部分摊商里面的摊位是有受损的，对。然后另外比较严重的地方是，因为现在目前断电，里面所有的生鲜食品没有电，所以那个冰箱它会慢慢温度变高，就怕里面东西会坏掉。儿福机构的囡仔困到一半，拄着火灾，拢惊精神。2楼有地方，除了因为停电无法度正常上课，教室火火昏过，嘛爱重新整理，规栋楼的损失，搁爱进一步评估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